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6月17號。美國通脹雖然仍然高企，但係最重要嘅係通脹並冇明顯惡化，加上經濟增長穩健，我哋相信聯儲局好大機會喺短期內維持利率不變。換言之，今年內減息機會唔大，但係同時考慮加息亦都為時尚早。政策焦點會繼續集中喺通脹，而唔喺就業問題。我哋嘅市場情緒指標顯示，投資者情緒處於過度樂觀。根據往績，呢個信號出現之後，股市短期走勢可能會先行整固，甚至出現溫和嘅調整。但係記住，喺高通脹時期，持有太多現金會蠶食實際財富。所以，如果市場出現短暫回調，只要企業基本因素仍然強勁，反而係部署資金嘅一個好時機。另外，好多投資者擔心市場升勢只係靠幾隻龍頭股，但係數據顯示實情係比表面睇更健康。截至今年，有超過40%嘅標普500指數成分股跑贏指數，市場闊度比過去3年任何時候都更加好，亦都大致符合10年平均水平。由人工智能到供應鏈，我哋見到升勢正喺度擴散。呢個情況反映出經濟強韌，而唔係市場單靠幾間公司支撐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